为什么最近爬楼梯变得更沉重了？坐下、站起来也比以前困难了。我是刘医师，今年68岁，专门从事高雄的肌肉骨骼康复治疗。在我多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看到太多像你一样的人，每天都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会不会是因为年龄的关系，还是说，其实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正在伤害我们？如果你现在关掉这个影片，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为什么你的双腿每天都在变弱，而你却完全不知道？请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，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不是，请输入数字0。其实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也许你只是吃错了东西，而你自己却完全不知道。今天我要跟你谈谈7种看似无害的水果，但它们正在让成千上万的台湾老年人逐渐失去双腿的力量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在诊所里每天都看到的真实情况。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都会说，刘医师，我明明每天都吃水果，为什么腿还是越来越没力？当我告诉他们真相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震惊，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，原来健康的水果也可能成为伤害他们的凶手。不是每一种水果都适合60岁以上的人吃，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。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当我们的身体变老了，血管就像一条老旧的道路，只要糖分，也就是血糖稍微升高一点，就会造成堵塞。而很多水果含有大量的酸和果糖，这些成分会让血管收缩，导致麻木、僵硬，甚至腿部疼痛。让我打个比方，你的血液就像一辆车，而血管就像道路。当道路很宽敞、很平坦的时候，车子可以顺利通行。但如果道路变窄了、变崎岖了，车子就会塞车，无法顺利到达目的地。你的双腿就是这样，当血管收缩的时候，血液无法顺利到达你的腿部肌肉，所以你会感到无力、疼痛。以前你可能喝一杯柳橙汁，觉得很健康、很有活力，但现在同样的一杯柳橙汁，却可能让你的膝盖感到灼热疼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一样了。没有人告诉我们，原来曾经好的东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。我们一直以为只要是水果就一定对身体好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选择对的水果比吃很多水果更重要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7种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水果。每天早上吃一根香蕉，你以为这样可以让肌肉更强壮，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可能是腿部疼痛的开始。为什么呢？让我从医学角度解释给你听。香蕉含有快速吸收的糖分，特别是葡萄糖和果糖。当你吃下香蕉之后，这些糖分会在15到20分钟内进入你的血液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这不是问题，因为他们的胰岛素反应很快，可以迅速调节血糖。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胰岛素反应已经变慢了，结果就是血糖会大幅波动，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忽高忽低。这种波动会导致血管收缩和扩张，让腿部的血液循环变得很不稳定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管就像水管，如果水压忽高忽低，水管就会受到损伤，你的血管也是一样。结果呢，你会感到爬楼梯的时候特别累，小腿感觉很沉重，脚踝有点轻微的肿胀。更严重的是，长期下来，这种血糖波动会损伤你腿部的微血管，让你的双腿越来越没力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香蕉，
我建议你在正餐后吃半根就好，不要空腹吃，而且选择颜色比较淡的青香蕉，不要选择颜色很鲜艳的黄香蕉，这样可以减少糖分对你身体的影响。葡萄小小的，甜甜的，看起来很无害，但其实它是尿酸的陷阱。让我解释一下这个过程。当你吃下葡萄的时候，葡萄里的果糖会进入你的肝脏，在肝脏里，果糖会经过一系列的代谢过程，最后产生尿酸。尿酸是一种代谢废物，正常情况下，尿酸会通过肾脏排出体外，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肾脏的功能已经下降了，无法有效地排出所有的尿酸，结果多余的尿酸就会在你的关节里累积，特别是膝盖和脚踝。尿酸累积在关节里，就像沙子累积在机器里一样，会造成摩擦和发炎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了葡萄之后会感到大脚趾疼痛，膝盖在晚上会肿胀，而且葡萄的果糖含量非常高，比其他水果都高。一小碗葡萄含有的果糖相当于3根香蕉，所以如果你每天吃一小碗葡萄，你的尿酸水平会持续升高，关节发炎会越来越严重。如果你想吃葡萄，我建议你每次只吃5到6颗，而且要配一杯温水。温水可以帮助你排出尿酸。至于葡萄乾，我建议你完全不要吃，因为葡萄乾的糖分浓度更高。1颗葡萄乾的糖分是新鲜葡萄的4到5倍。夏天的芒果香气四溢，让人忍不住想吃，但其实它是一颗糖分炸弹。让我告诉你为什么。1颗中等大小的芒果含有大约24克的糖，这个数量相当于6茶匙的白糖。当你吃下这么多糖的时候，你的血糖会在短时间内突然飙高，你的身体会紧急分泌大量的胰岛素，试图把血糖降下来。结果，你的血糖会从很高突然降到很低，这种急剧的变化，医学上叫做胰岛素崩溃。胰岛素崩溃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，特别是在关节部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当血糖突然下降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释放压力荷尔蒙，像是皮质醇。这些荷尔蒙会促进发炎物质的产生，让你的关节肿胀、疼痛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吃完芒果之后，脚趾感到麻木，大腿感觉很沉重，下午的时候膝盖特别痛。如果有，那就是胰岛素崩溃和发炎反应造成的。而且在台湾，很多人喜欢喝芒果牛奶冰沙，这种饮料更危险，因为它不仅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还含有牛奶。牛奶里的蛋白质会加重发炎反应，让你的关节更痛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芒果，我建议你午餐后只吃3小片，晚上千万不要吃。凤梨被认为是抗发炎的水果，但讽刺的是，它反而会引起发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让我解释给你听。凤梨含有一种叫做凤梨酵素的物质，这种酵素确实有抗发炎的作用，但前提是你的关节是健康的。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关节通常已经有轻微的磨损和发炎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凤梨酵素反而会刺激已经受损的关节组织，而且凤梨含有很强的酸性物质，包括柠檬酸和苹果酸。这些酸性物质会刺激你的黏膜和关节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皮肤上有一个小伤口，然后你在伤口上倒柠檬汁，会怎么样？一定会很痛，对吧？你的关节也是一样。当你的关节已经有轻微的损伤时，凤梨的酸性物质会刺激这些损伤，让疼痛加剧。我在临床上观察到，每天喝凤梨汁的人通常会有慢性膝盖疼痛的问题，他们的膝盖会感到隐隐作痛，特别是在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之前。这是因为凤梨的酸性物质会累积在关节里，持续刺激关节组织。
所以如果你想吃凤梨，我建议你用淡盐水浸泡15到20分钟，盐水可以中和一些酸性物质，减少对关节的刺激。而且每个星期只吃2小片就好，不要吃太多。早上1杯柳橙汁，听起来很健康，对吧？但其实它可能是隐藏的凶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让我从生化的角度解释。柳橙含有大量的柠檬酸，柠檬酸是一种很强的有机酸， pH 值大约是3到4。当你喝下柳橙汁的时候，这些柠檬酸会进入你的血液，在血液里，柠檬酸会改变你的酸碱平衡。你的身体会是途中和这些酸性物质，但在中和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发炎物质。这些发炎物质会流到你的关节部位，特别是膝盖和手指关节，引起疼痛和肿胀。而且对于已经有轻微关节炎的人来说，柠檬酸会加重关节的发炎反应，这就像在伤口上倒柠檬汁一样，会感到刺痛。但因为关节的疼痛比较隐晦，你可能不会立刻察觉到。很多人早上喝1杯柳橙汁，然后到了中午或下午就会感到膝盖或手指关节疼痛，但他们不会把这个疼痛跟早上的柳橙汁联系起来。长期下来，每天喝柳橙汁会让你的关节发炎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可能演变成慢性关节炎。所以如果你想补充维生素 C， 我建议你不要喝柳橙汁。你可以选择用温水泡几片梨子或红枣。梨子和红枣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，但酸性比较温和，不会刺激你的关节。而且温水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对你的双腿更好。青苹果脆脆的、酸酸的，看起来很前进、很健康，但它含有苹果酸，会让关节疼痛。苹果酸是什么？让我解释一下。苹果酸是一种有机酸，存在于很多水果里，特别是青苹果。青苹果的苹果酸含量是红苹果的2到3倍。当你吃下青苹果的时候，苹果酸会进入你的消化系统，然后被吸收到血液里。在血液里，苹果酸会刺激你的肌肉和关节组织，这种刺激会让你的肌肉收缩，关节紧绷。结果你会感到脚很热，臀部很酸，小腿很紧绷。而且苹果酸还会影响你的矿物质平衡，它会让你的钙和镁流失得更快。钙和镁对肌肉放松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缺乏钙和镁，你的肌肉就无法正常放松，会一直处于紧绷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完青苹果之后，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会抽筋。抽筋就是肌肉无法放松的表现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苹果，我建议你不要吃生的青苹果。你可以把青苹果稍微烤一下，或者跟芹菜一起打成汁。烤过的青苹果，苹果酸会部分分解，刺激性会减少很多。而芹菜含有丰富的钾和镁，可以帮助你的肌肉放松，中和苹果酸的刺激。这样你既可以享受青苹果的味道，又可以减少对关节和肌肉的伤害。西瓜90%都是水分，听起来很健康，对吧？但其实它会让你的脚肿胀，这是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的现象。很多人夏天吃很多西瓜，结果到了傍晚，双脚就肿得很厉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让我从医学角度解释。西瓜的升糖指数非常高，大约是72。什么叫升糖指数？就是食物让你血糖上升的速度。升糖指数高于70的食物，会让你的血糖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上升。当你的血糖快速上升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胰岛素，胰岛素会让你的血管收缩。血管收缩之后，血液流动就会变慢，特别是在你的腿部，因为腿部离心脏最远，血液本来就比较难流到那里。
当血管收缩的时候，血液更难流到你的腿部肌肉，导致肌肉缺氧。肌肉缺氧会让你感到无力、沉重、疼痛，而且当血液流动变慢的时候，水分会从血管渗透到组织里，造成肿胀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西瓜之后双脚会肿胀的原因。你以为吃西瓜可以消暑，让身体凉快，但其实你腿部的血管正在冻结，血液循环正在变差，而且很多人喜欢把西瓜当成水来喝，他们一次吃很多西瓜，以为可以补充水分，但其实这样做会让你的血糖大幅波动，对你的血管和双腿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所以如果你想吃西瓜，我建议你正餐后只吃2小片，不要把西瓜当成水来喝。而且你可以加几片柠檬来中和一下，柠檬的酸性可以减缓糖分的吸收，让你的血糖上升得比较慢，这样可以减少西瓜对你血管的影响，保护你的双腿。记住，水果虽然是健康的食物，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吃对的水果，用对的方法吃，比吃很多水果更重要。好消息是，有些水果真的可以帮助你恢复。让我告诉你哪些水果对你的双腿是有益的。第一种是莓果类，像是蓝莓、黑莓，这些莓果含有花青素，这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质。花青素可以减少血管发炎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让你的双腿感到更轻盈。第二种是樱桃，樱桃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苷的物质，可以有效降低尿酸。如果你有痛风或关节疼痛的问题，樱桃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每天吃10到15颗樱桃，可以显著改善关节疼痛。第三种是酪梨，酪梨含有好的脂肪，特别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脂肪可以减少关节发炎，保护关节软骨，让你的关节更灵活。第四种是木瓜，木瓜含有木瓜酵素，这种酵素可以温和地减少发炎，而且不会像凤梨酵素那样刺激关节。第五种是梨子，梨子的升糖指数很低，只有38，它的甜度比较温和，可以稳定你的血糖，不会让你的血糖大幅波动。如果你开始吃这些水果，你会发现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脚步变得更轻盈了，膝盖也变得更灵活了。在我的临床经验中，很多人只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，就感觉到明显的改善。年龄不会夺走你的力量，习惯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。我在诊所里看到很多70岁以上的人，他们每天早上还是会去爱河边散步。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？因为他们改变了饮食习惯，一点一滴地改变。你也可以做到。从今天开始，注意你吃的水果，不要再吃那些会伤害你双腿的水果，改吃那些对你有益的水果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我们一起保持双腿的健康。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，让我继续分享这些没有人告诉你的健康秘密。记住，你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双腿更强壮，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